季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刚没有看到你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别生我气啊！你千万别感冒了，我去给你拿吹风机。不用。谢亮，走。大爷，哎，水管借我使一下呗。好嘛好嘛，来，小点心。好嘞，这个劲儿挺大的。呀，来，帮我拿一下。你刚刚说的真的假的？假的。我就知道。那你干嘛那么说啊？那你猜猜我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呀！我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呀！哒哒哒哒哒。季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刚没有看到你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别生我气啊！你千万别感冒了，我去给你拿吹风机。不用。谢亮，走。你刚刚不是问我为什么这么说吗？我们班的人，只有我能欺负。谢亮，赶紧走。走。